在民间习俗中，进香代表着信徒主团随着神明前往有庙朝圣的活动。但进香不只是神与神之间的联谊，更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草屯音啊，欢迎收看今天的进香团。我是阿昌，我是苏玉，进喽！今天我们来拜访同样运用自身的才艺延续传统文化的创作人——服装设计师简国燕。希望透过跨领域的交流，来共同寻找传统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我像这一套的创作理念，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感觉像虎爷那种感觉。对，当然我跟他可能是外行的，就是凭第一眼的印象去认定这个东西，然后不知道你的创作的印象是如何，就是你的设计风格，当初的发想有一点接近了啦，有一点接近，有没有？他知道了，因为你看他刚说有一点接近，我就敢讲了，因为我刚刚其实在猜，他每一套感觉都好像跟动物有一点关系吧，然后他也有用细节的颜色，然后去表达可能这个角色想要呈现的那个样子。你看，像那个黑妈妈的，我就觉得它是乌鸦。你看它那个裤子，对，是须须那个乌鸦的脚。你看这一只，这个看起来不是这一套，不是这一套，这一套动物可以这样形容，看起来就让我感觉是白天鹅的感觉，白天鹅那种气质。啊，你看，阿北头在蝙蝠，蝙蝠。你再看后面那一件孔雀，有没有？孔雀是不是它的特征也做得很明显？而且我一开始以为那件是那种朗龙朗塞那种感觉，热闹感。红色那一套，一开始我觉得它应该是蝴蝶，对，但是它那个红色让我感觉它是凤凰。我是感觉比较有点像龙，我看到第一像龙，那个是龙，就是那个花感觉很像龙的那个头啊，对。很像啊！国燕，你共结，他转也没来共啊。我们刚刚有没有很接近的？一点点沾上边。你看，一点点，还是跟那个飞旋有一点点沾上边。对啊，我还是有那种天分的。就是以普罗大众的角度来讲，对，我们在服装界就是普罗大众而已。OK。对，但这一组其实我们当时是因为配合台北时装周，然后它跟传统工艺跟传统艺术表演的跨界的合作，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是跟台南的吴敬堂郑寿宫合作。那他们擅长的就是八家将正头，跟所谓的十家将。十家将跟八家将还有官将手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十家将它是南部特有的，他们南部的说法是说北将手南家将，所以我们在这一组系列其实是揣摩十家将的所有的角色去做现代的转变。所以你刚才猜的确实是有一些，不能说有全中，但至少那个就是直观的感觉是对的。那我就挑几个比较重点来讲，这一个，大家第一印象一定是虎爷，但不对，不对，因为在十家将里面会有一个人拿着扁担，拿着刑具爷。那为什么我那时候做了2个工具包？对。他其实背负整个十家将、八家将，他所有的把器或者是一些刑具的一个8号司令的角色，所以这一套在我们那时候秀上的时候，他也是领头的那一个角色。只是说我们把它想象的是用现代的方式，你现在去什么正式的场合，或是你去上班，什么东西对你来讲是一个装备，或者是你的武装。那你刚才猜的天鹅跟乌鸦其实都是错的。那他们2个是干嘛的？不管八家将跟十家将都会有2个角色，叫黑白无常或者是七爷八爷。所以当时我在设定的时候，他们2个其实我只是在想象说，如果这2个他不管是人或鬼魂的时候，他可能可以是一个很漂亮的鬼魂，或者是一个很帅的鬼魂也说不定。我们想要透过服装的剪裁跟线条还有细节来呈现七爷的高跟瘦，对，跟八爷的矮跟笨重。因为我看一个文献资料，它里面有那种古佛像是七爷八爷的造型，
那它巴野的造型就是用那种鸟的脚加瓦卡去呈现，很酷哦。它的身体就是巴野的样子，它的脚就是加瓦卡，然后它那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点像它这样子，所以我刚刚那第一眼我就觉得这是加瓦卡，但是我没有想到它会是巴野。对，刚刚我们有介绍那个刑具野嘛，对，刑具野后面会有2个文武小差，对，在石家酱。现在的文武小差可以由女生来扮演，或者是小孩，所以就把这套用女生的方式来做呈现。以外，文武小差最大的特征，其实在它的脸谱啊，眉中心有一个红色的，南部是写中，或者是河川的川。为什么会有蝙蝠？因为它的脸谱的特色就是蝙蝠，所以我们其实很道跟对。那这个垫肩其实就是很好认，它其实就是八家将的服装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飞檐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并没有用太浮夸的装饰在上面，其实就是纯粹做出一个轮廓出来。而且它有一种低调奢华感。你看它虽然是黑白对称色去做，可是它的布料材质选择上面都有这种亮亮的感觉。对，就是比较低调的奢华。那它这个头上是怎样的概念？你知道我一开始想要什么吗？我一开始想要多子多孙，因为这个看起来就像是葡萄一样，你知道吗？不是，其实可以看到八家将或官样手，他们头上都会有把那个头冠啊，那个头冠我们做不来，但我觉得那个辨识度最大的地方在它上面会用很多绒毛球跟翎毛，所以我只取这2个元素来做一个意象式的点。对，然后再下来就是这一套，我们刚才全部都猜错，它不是孔雀，它不是孔雀，八家将会有4个角色，叫四季神，四季神就是春夏秋冬。在东方的神兽里面，就是青龙、朱雀、白虎，所以这一套其实我们设定就是青龙。青龙怎么来？我们其实花了很多功夫在做这一些龙鳞片，我们用皮草去做出这些像鳞片的圆形，我如果没记错，大概是180片组合成这一件裙。那个感觉其实是来自那个庙啊，不是会有那个龙珠嘛？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希望雕刻镂空感。对。那红色这个刚才是青龙嘛，就会有朱雀，所以朱雀最大的特征绝对是红色。那你刚才有讲，你唯一中了一个像凤凰。对。那它前面这个腰封这个设计啊，其实我就是在用布料的材质在模拟那个神冠上面的那一些金属片。对，神冠上面会有一些以前是用纸，对，然后把它喷漆成金色的。对。那最旁边那一个就是绿色嘛，就是玄武的色。那它的背后其实是我们用斗篷的方式来呈现一个龟壳的一个效果。那其实所有衣服的基底，我们都希望用现代的方式来呈现传统的那一些人物角色的一些印象。我自己在做这一组作品的一开始的设定目标，其实是希望说，如果真的10家将或8家将跑来找我定做衣服的时候，我会帮他做什么？对，我会做什么东西给他，而不是我想要做出一个就是他们角色的那个样子。对，所以有一点是把他们抽到现在来找我工作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比较符合我们自己品牌建立的形象。那其他3套嘞？出去工作，出去工作，巡回，他这就是主力探级啊，真的8家将一样，他出去赚钱呢，主力探级啊。其实我刚来就是今天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就是如果我们在走秀穿他衣服又唱，我们在唱歌走秀，对，干又穿他衣服，他的衣服怎样啊？他的衣服就是欠人秀。欠人秀，这么好看的衣服是不是要穿出去秀？对啊。那如果有机会，他可以帮我们弄一下，对吧？国燕 OK 吧 ？OK 吧？有机会。而且我相信国燕是细心的，他用着最粗犷的外表，做的最细的事情。你这个形容好贴切，真的。我刚看那个缝线，有在对呢，耶嘞，那个痕迹要对，真的细节厉害啊。这个地方算是你的工作室，平常创作都在这边。大部分就在这个区块做车房，现在可能看不到，你看乱成一坨。所以像你帮一些高端客户做一些定制什么，也是都在这边执行。对，其实就是光鲜亮丽的背后
就是凌乱。对，一定是这样。对啊，一开始也很难吧？是什么契机让你想要做这种定制的？因为讲真的，定制就是要符合客户的需求嘛。那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反而你要符合客人的需求的时候，反而比我们自由创作来得更难哦，约束更多了。对，那你是怎么去克服？对，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出来工作，选择条件没有太多。我自己发生一些问题，所以我没有办法到正常的公司去上班。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创业。那创业的部分，我唯一会的就车棚的技巧。对，所以那时候其实真的很辛苦，那时候称不上是设计师啊。我第一个案子是做酒促小姐，他们去海产店推销啤酒的制服。对，那后来当然就开始接触越来越广，然后也是工作也假货到修补，人家介绍，互相介绍。工作没那么多，做一些自己的作品，然后开始这些作品被人家认识，开始推广，之后才变成一个品牌。对。那定制的部分就算是够巴豆顾肚子。对。那你是什么时候才想说把一些有关正头这种上面的工艺啊，然后去跟你的作品做结合？这是什么契机啊？其实我跟正头的关系，坦白讲，那是我很小时候的回忆，因为我们家境不好。那对我们家来讲，那些庙会啦或正头或是进香的时候，那对我们家的小孩子来讲是有点像，就类似过年，或者是你出去在出去玩，对，热闹，对，就是很热闹，就是那个是我们比较唯一开心的、熟悉的事，对，不是熟悉，是你唯一有开心的部分，就是说那个情景，所以那个部分就一直刻在我现在脑海里，所以我会一直想要把以前的东西抓出来，放在我现在的作品里面，因为我不希望我的作品给别人的感受是可能是很悲伤或很负面的。我还是很希望说我们在传达作品的时候是正向或者是开心的部分。那只是他分享的是他童年最快乐的。对，其实只是说我把那个切入点切在可能是庙会或正头里面。那其实说真的，台湾的传统工艺不只是这些庙会正头，我们其实还有客家啦，或者是原住民，这些都是。对。那又因为台北时装周的关系，所以它每年会有不同的主题，所以即便我不是客家人或我不是原住民，我都蛮愿意去参与这一些传统的技艺，因为我觉得。就像刚才讲的，越在地越国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酷的事情。而且像我们之前办演唱会也是做的比较像是民间信仰的这种风格，也是有庙会的感觉啊。那其实就也有很多好的跟不好的。那我觉得唯一我觉得有一个好评是，他觉得说曹婷婷他在做这些事，我们是推广而不是去挪用。对，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这个感觉还不错哎，那给你平常没什么灵感的时候会来这边走吗？不会，所以完全因为他已经在这边待太久了，没那么闲。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我也是在这边工作，在小林发廊上班，因为高中的时候读建教嘛。看不出来呢，看得出来啊！小林发廊美容美发，确定？你总不要讲他才看不出来吧？对不对？看得出来他会在那边缝吗？有影啦。应该也是有很多朋友都这样讲吧。没有人猜中我做过什么。他其实很像做那个美式剪发的很像，有那种苦。他很适合在那个团队里面，对，很像一群老墨，他很像在里面就是没有违和感，你知道吗？那你怎么会想要来这边，把工作室租在这边？这边其实它就是我们做布料采购材料的中心嘛，全台湾最大的，所以。坦白讲，你也没有办法去别的地方做采购，这边所以其实是最方便的，对啊。有时候不小心剪烂了，楼下再买一下，很快。对，也不要了，我们不要浪费，不要浪费啦，对，浪费对。那在这边之前，你上一个地方在哪里？我就在我老家宜兰啊，就在宜兰。所以
你要选布料的时候就，对，我就当天通勤来回，采购只能到这边来买。对啊，不然没有太多选择。我就没到呢。那宜兰那边文化面你觉得怎样？因为宜兰因为你说你小时候也是参加董董猜，喜欢看阵头。我没有参加董董猜，是爸爸。但我爸有参加，而且小时候我其实就住在庙旁边了，所以那种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住过，小时候还要棒跑哦，或者是他们那个乐队要在那边练习，对，一大清早就会听到那个唢呐在那边噗噗噗。那所以其实，在你把工作跟这个文化做结合之前啊，你认真也是有喜欢这个文化的嘛？因为其实很多都是爸爸喜欢，儿子就可能不喜欢。对，很多都是这样子，第二代。但我可能小时候比较喜欢美术，对，所以你可以从宗教上面看到很多美术的结构。我觉得这可能比起我对镇头的一些文化来讲，我比较欣赏他们在装置啦，或者是服装上的一些美学上，我觉得是很特别的，所以那个反而比较吸引我注意。所以你看，小时候喜欢的东西注入到潜意识里面，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长大，然后就走这条路。真的，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莫名其妙，也不是说莫名其妙，小时候就注入了。对，小时候你就注入，但你在当下你可能还不知道说，哦，你是适合这个的。对。但年纪一到的时候，该做的事情就会把它做好了。对啊，其实就是抓一些从前的记忆来做现在做的事情。对啊。一个木瓜牛奶，一杯西瓜汁，然后一个西瓜冰沙。西瓜冰沙帮我加甜一点。谢谢哦。超好喝，很甜吧？没办法。其实我有一年做秀的时候，我刚好有一个客户是做表演艺术团体的，然后我就请他们来帮忙走秀。对，然后他们就帮我做了一个差不多3公尺高的一个人，然后踩高跷这样子，其实就是做一个现代版的大神啊，然后很酷，那时候很酷，还喷干冰这样。那是我爸第一次来看我做秀，那是我第一次感动。我出来工作第10年的时候做这件事，所以我就请这个表演团体帮我做这个东西，然后衣服当然是我做，然后他们来做演出，然后就给我爸看，然后但很好笑的是那一天太忙了，所以我根本连我爸都没看到。我可能不知道有他们在看，但就觉得意义很不一样。对啊，爸爸当下在那种台下那种感觉一定是感动。对啊，我们家终于大汉了。那你觉得，我们像我们这样在台湾的这些传统文化，就是带给你是什么样的意义？其实意义就很，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自己成长背景出来才会做出来的。我们不像唱歌一样，可能有词来说这个故事，我们可能是一个形或一个视觉的感官，所以很多时候是抽象的，是我自己个人心灵层面上去诠释这一些新的传统意义。那其实有时候是我自己感受到的，但我的结论都希望说，来看我的作品或穿我的作品、体验我作品的人，他是可以经过这个跟衣服的结合之后，感受到那个新的文化的冲击。我觉得那是我比较想做的事情。我自己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串联。因为其实像我们做歌创作，其实很多时候也会遇到跟你同样的情形，很多情况都是遇到了我们才去学。是，对啊，就像你创造你那一套实践的那一套作品啊，就是也是跟石家将相关嘛。是，那你也是因为做了这个创作，然后才慢慢去播哦，原来石家将的每一个角色，然后它背后有什么含义，然后包括它的装扮，然后上面有什么东西应该去呈现，然后你可以把它当成素材，拿来跟这种新的文化，然后跟时尚做结合。对，讲真的，刚刚他那10套穿起来啊，我觉得心态上也会有你是神将的感觉。就一定要对，因为他那个穿起来你就会感觉会有一个气势，对啊，我就很想要穿那个蝙蝠那一套。邪的。对，那我就觉得说，就是文化这个物件，就是边走边学，边走边看，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觉得一切都是好像都是感觉是安排好的，就是
只要努力，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而且我也希望说，就是这个文化可以像你看我们住在这边大稻埕一样，就是一个老地方，然后注入一个新的能量。我也是希望我们的文化可以这样继续的保持。当然要扣力啊，没有啦，一起加油啦！大家，对，他那个比较容易去国际啊，有没有弄一个 model 去走秀，你知道吗？对吧？那我们也尽量啦，我们也用我们的方式啊，一起，只是希望下次他有办展的话，叫我们去可能帮他们开场之类。我觉得就像如果你觉得时装展唱很酷，没有，这时候结尾要讲狠一点。如果你觉得草屯音那不会很熟的话，你就邀请我们去，可以吗？我会记在心上。OK 啊。